若讲到这个下港的食面，就是俗个淡薄搁好食。有一间开伫个美浓卖天不来，6粒贡丸竟然才卖10块。另外一间伫个五甲卖火锅的，一碗白饭10块记在人底，总是会当看到人客甲白饭底甲亲像一做的小山轮。就伫巷仔内无挂看板，阿伯真无闲，要为营业2点钟的乌丁店准备。这小烫烫的大骨力汤内面有真侪食材，已经闻到香味啊！下晡4点，在地人拢来排队，来行的拢知影食这味。个丸子6个10块。一大碗汤内面有6粒的贡丸，有加上一罐葱仔煮芹菜，安尼只要10块钱。很长啊，我们都是美容人啊，现在都住高雄，就常常回来。小时候很穷的时候就来吃了，有时候吃还不用钱，主要帮助穷人。对啊，不会说像外面吃的贡丸这样子，就是没味道这样。乌莲鸭血一支7块，也佮有一包2块钱的泡面。美容的人讲这是真材实料，下晡时啊上赞的点心。好吃便宜嘛，不到位啊。头家正经伫夜市摆摊，来遮卖乌莲30几吨啊，伊的食材是直接甲供货相体，有时阵呢甚至是互人食免钱的。网友嘛讲要招团做伙来捧场。唔惊了钱的，也佮有伫个高雄的五甲这间火锅店，一碗10块钱的白饭是素在里底，真正是唔惊人食。所以像安尼，饭底甲食唔尖，这是遮经常看到的景象。